咱即摆佫共阮来向大家来介绍吼，甲手的动作相关的台语字，咱即摆第一字要来介绍叫做蛤蛤是细上为上的意思，咱譬如讲蛤皮带皮带嘛要用蛤的蛤皮带就是细皮带的意思。然后第二字叫做破，就是用力把水往外洒出去。咱譬如讲嫁出去的查某囝泼出去的水嫁出去的女儿跟泼出去的水一样就是指女儿出嫁之后就是别人家的人了就像是泼出去的水一样，再也收不回来了所以这个叫做破好，佫过来这字咱华语念做溅，但是咱台语念做泉泉就是水或液体喷洒出来。咱譬如讲泉蠓仔水就是喷杀虫剂大家知道吗那个杀虫剂有一个专门的那一种就这样推，右手这样推泉蠓仔水佫过来下骹这字叫做强泼洒大量的水或用水来刷洗。咱比如讲玻璃门用水强的就是玻璃门用水冲一冲另外佫一句咱定来讲强滚这是强就是冲滚的意思就是很热门嘛，叫强滚这是强好，佫过来这字叫做胶它是以工具作为杠杆，以增加力道而把锁住或卡住的门把它锁撬开。咱比如讲把门撬开是把门把它撬开的意思好，谢谢各位。